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10月的呢，我有一场非常特别的艺术节，按照2025做对艺术节西南风格式。一个内容哦，我看了一些的介绍，感觉非常丰富哦。我哋今日如果荣幸有请到一个艺术节的策划人，而咪係三九台後生樂團嘅創辦人顏志文先生來同我哋分享。歡迎先生。主持人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綠隊新畢嘅顏志文。幾難得，係睇南埔馮文道先生。好，好多先生咱講到講前幾年對台北回到唔嘅家鄉新畢，幾難得馮文道新畢人。好老師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唔嘅家鄉新畢係用嚟嘅素材，好冇？唔講到重點吼，我哋講屏東綠隊嘅時節吼。其他總頭總共有12個嘛，12個鄉鎮啊，就一個地方，大家唔識，就係新畢。比較起來嗰種係哦。係啊，嗰種人講新畢喺喺哪邊？佢講組隊啊，組隊唔係都假到，佢講組隊辦有新畢啊。所以新畢都過去最冇人認識嘅一個總頭。所以講但係我係神莊嘅故鄉啦，所以對一個素材好有十分深嘅感情。咩因為都好係音樂人、文化人、成功嘅研究嗬，嗰種想去做嘅事情都會變啊個創業，嗬一幾年都大家可能也有睇到講新畢嘅鄉下咖啡，其實佢冇個叫呢，係啊，都變啊爆紅呢。頭都唔知了解時間，老師講一年都可以打平。其實貴位呢，唔係用嚟做到嘅咯。其實我哋喺開闢一個空間嗬，已經討論咗2-3年，同蔡體嘅特別一個空間係總務貨房。總務貨房係目前新畢保存最完整嘅一個老貨房，超過100年。最特殊嘅都講伊嘅體內都係講無糖啦。我哋上到貨房嘅無糖都。控股里嘅咩，3個圖嘅打下嚟平平嘅嗬。但係總務貨房嘅無糖哦，也用殺嘅，用鵝卵石去貼嘅。哦，係幾種哦？係，千啲樹全台灣唯一嘅啦嗬。做乜可以按嚟貼嗬？因為天咧都散熱，天熱排水，也就天上面都講一個。因為我哋隔壁都係臨邊海，我哋講新畢河壩，所以要拿到一個材料嘅容易。嗱我都講葉美賢咧，可以講係一個比較夠有錢嘅人家嗬，而唔是睇課堂我洗過嘅啦，所以唔是大平嘅嗬。我因為最難得嘅都講，一個東西嗬可以留下嚟多一下，完全係人類用嘅。當地不要。睇下空間地方要花園，要花台，要種規劃嘅度。所以天都唔感覺親客家，天都講，而唔但你講傳統嘅嚟嗬，而係漢語，因為南部親一人嘛，所以要時常落太熱。咁啊頭講嘅係啲散熱、天熱排水咧，兩個輕重要。天上嗰個，亦都見嗬，而係後推嗬，萬願意按嚟保留下嚟嗬，確實冇簡單。因為我哋鄉下人會講到呀，你冇呀，下時大家用冷氣哦，最上要打平個窗咪，可能係講個政策，係冇，而係冇，係喺保留。所以我因為講，其實嚟到我哋美素材嗬，看到嘅嗬，唔係講像坐下嚟你未必隔壁啦，所以係看得到真實歷史嘅東西嚟當嗬，也喺我哋家嘅素材嗬，做乜可以睇短時間嗬，來個人都感覺到一天把來，閒咧我帶不看人朋友來，所以我哋也邊其實見來見好。韓國我睇老屋開咖啡店，其實冇可能搶上到做生意，因為我做生意去都市風，可能韓國賺得到錢。老師來到家鄉，同朋友鄉下開一個咖啡店，上嘅一天韓國多，能都係咪去年嘅開始就會請藝術家來創駐村啊呢？家係用嚟嘅想法，用嚟做嘅。係，其實就係去年應該講前年嘅，其實
也个咖啡糖咧，倒带那球开始吼，因为做还没个有想法的时间吼。我如已经开始提构想讲吼，可以将艺术家带到神秘咯。嗰時嘅目標唔係睇人哋嘅強下甲，就神秘，來神秘村來 head 一張嘢，那是所謂嘅駐村藝術家。所以去年嘅時間，3月份嘅時間，我哋這行也嘅想法。嗰時間拄好我哋也嘅強下甲比他咧，想要做嘅樣式已經出來，所以都配合強下嘅時間。所以3月份，去年3月份我哋擺做一個藝術家駐村嘅一個計劃，拄好一個強下甲比咧，也係睇一個時間吼，都可以開始對外嚟營業吼，所以都配合強下嘅時間吼，伊嘅效應都變得幾大啊！去年嘅藝術家來到新北，大部分係施工藝術家嘛，吼，伊能做出嚟乜嘅創作，也個過程當中有發現乜個奇妙嘅素材。我哋對一個睇苗路巷吼，徵求藝術家入來啦，吼，嗰時間冇特別講要求講一天去那邊來，吼，甚至講要海外嘅吼。藝術家入來，我哋有咧對愛爾蘭來嘅藝術家，其他設咧係我哋國內嘅藝術家，其中包括有裝置藝術，還有平面，有板畫，所以大家都講全部唔認識，我哋第一擺都睇3月初嘅時間都睇強下甲比他第一擺見面認識。感覺到大家個好奇都講，有冇有咧愛爾蘭嘅藝術家入來吼？有個藝術家咧，其實過去有曾經嚟過台灣，對台灣印象真好。所以談到講我哋新北有我哋駐村嘅時間吼，伊馬上就想會來，吼，伊也冇聽問講，你到底有幾多錢本啊？完全冇考慮講，我都會聽佢來吼。而來嘅時間吼，都發生幾多神奇嘅事情啦！因為我哋新北吼，可以講從來冇看到外國人入來過嘛。有睇下黑眼球，睇個都睇，上家們講，一是對內來吼，跟到有啊，你外國人有黑得睇下邊，後冇人哋講，也係阿文哥伊判得發通乜嘅。啲可是吼，伊出來當初就出來諾貝爾飯吼，睇個看到以後，衝開地膚淺。所以唔是，伊本人看到吼，是示範時間，所以完全唔是出錢的，他個長凳嚟啲出錢。個也個藝術家吼，伊都提到講，其實吼也個素材同伊個故鄉個相像，伊個北愛嘛，伊講伊個故鄉伊哋沒有去講個語言，沒受到英文吼英國的打，所以講伊個抗戰的成就，都有下馬強用睇。復振伊個語言，伊個本來個母語，所以來到也時間吼，伊感覺到也佢像伊個天野故鄉一樣嘅。談到真是情感唔通，所以伊一直講，最後伊還講，以後有機會也行到再來。或者講個故事都講，譬如講我哋新北鄉有咧，他們都建工村嘛，也邊有咧清水公園，然後也係咪個有名。其實我哋本身講一來江總吼，就關係人嚟講，但係從來唔是去想講到底江總係乜嘅意思。或者講江總可能喺嚟路邊咧建工嘅吼，有18個商業區域，所以冇去探討到底做乜嘅探討江總。結果我哋啲藝術家吼，入去江總嘅邊吼，入開始做田調，入乜嘢就。老人家講，做乜嘅一江總是很有一江都得很有一下，唔係建工嘅建哦。佢講後來哦，那啲個江，如果我哋做江嘅江嘛，如做乜咁多江總咯？因為頭擺嘅潛水公園嗰邊啊，因為嗰邊水源真豐富嘛，嗰度潛水嘛，所以早期嘅時間如清豆腐、CCF、太太 CCF，嘅。在啲老百姓吼，走成條大道，我伊個樹，我哋講樹山嘅吼，遠遠看來向東邊看來，
就一面一面的姜的摕迄杂素材啦，所以就喊做姜状。你讲按电视的故事来讲，第一神法的神隐同嘛唔知呢，唔了解。结果安尼有咧好上嘅艺术家，伊就去做功课，都将一个故事哦编做伊嘅作品。所以用水，用水的意象，伊做了装置了。水的意象还有用影像，动态影像，用两配合。啊，摕个罗明床，摕政府发放的罗明床去展览啊。因为伊迄从那个客家人，从来也唔是用汉语去创作过，也特别写一个诗，所以因为情感唔同啦，如果也作品也清认真。也故事真嘅系一段很好的结论哈。如果提到讲，因为一个经验，我哋做乜嘅行继续做。今年呢有一个韩国台嘅做对艺术节，我哋等下呢如果请年轻上同我哋分享，一擺藝術節有乜嘅豐富嘅內容，等下個多陣來。分享到種來福起來嘅現場，頭到顏志文先生同我哋分享，伊幾多新幣過後，前面一個駐村藝術家發生嘅幾多個奇妙嘅故事，韓國對故鄉有特別嘅發現，一擺又會做韓國太棒，有一個做對藝術節，韓國會睇新幣家東潮族，咪叫下幾行安尼，老師同我哋講一下有乜嘅特別嘅發通。一擺做對藝術節吼，就因為去年咧，我哋駐村咧，可以講效果相當好。所以想講在國泰一個發動嘅內容，就真實講，唔係像我哋講視覺藝術，還有音樂，還有文學，還有戲劇全部帶入來。那我哋都講。因為我哋去年嘅發動基本上係喺新幣村，但係今年一個做對藝術算第一擺辦做對藝術節，就希望講唔單係將新幣可以做下嘅事情，也希望一個效果可以影響到家東，因為新幣家東本來都係做對咯。咱我嘅潮族一個都比較高，可能好多人想象唔到嘅，潮族都唔係乜嘅客家莊啊吼。談講最早嘅時間，潮族也係算客家莊啦。但係後來大部分河洛人吼，漸漸嚟睇邊，客家人都退啊，降順去嘛。但係一下吼，因為潮族附近北邊嘅竹田、內埔，做東邊嘅板門，南邊嘅新幣家東，基本上都喺潮族附近啊。因為潮族係一個國泰嘅所在吼，像一個主編咧要到生意要讀書其實太不去潮族讀嘅，所以嗰啲人嚟講少子化吼，全部集中喺潮族，所以潮族嘅行業越嚟越多。所以我會想到講，潮族係按多行業嘅所在，但係過去唔是有過客家發通。希望趁一個機會吼，也同潮族鎮公所合作吼。所以我都要請潮族鎮公所啦。因那個王祖明相當認真，伊談到我想辦的事情咯，幾分鐘伊都講冇問題，我全力的配合。所以嗰份去一擺發動吼，唔單係講請我哋傳統嘅客家嘅重點發展區，還有去應用到潮族，將潮族納入吼，一個就影響都會比較國泰啦。頭先講到都講我哋一個駐村嘅內容裡邊吼，就講有動態嘅音樂會、家東、新幣、潮族駐村藝術家伊嚟喺新幣創作嘅一個有裝置藝術，有戲劇好看，也同我哋菜地嘅我哋北上吼，共下嚟有人嚟共下嚟演出啦，也係歡喜班彭雅蓮個有名嘅劇團，我哋裏邊有文學家，用菜地嘅故事嚟寫詩、寫文章，所以我因為講一擺還有咧就講寫生比賽，因為寫生比賽
可以分太太细细乡下来参与。所以我原来有时间要讲活动吼，我哋几度后生嘅吼，有心想去到七家古乡去办活动吼，往往办嘅活动如果你要得文青的七家的搞，吼，无法度同代替嘅路轮太细路乡下，所以我想办法如果唔但係像我哋搞得個所謂嘅嗰文青嘅事情啊，啊希望講大家可以參與，學校也可以參與，吼。老人家也可以參與，也係我因為講一擺做對藝術節地方吼，青創有一個核心。一般咧發通種類也非常多呢吼。你當初喺規劃花已久嘅時間啦。其實哦一直冇停啦，我哋其實從去年嘅開始，去年嘅駐村結束之後，我哋喺度討論過啊，我哋下一年吼，我哋就嚟辦國泰嘅發通吼，融入國度嘅樣式啊，嗰度嘅媒體來各種嘅藝術形式，將佢嚇全部納入嚟啊！所以講因為牽涉到很多方面嘛，所以講其實就差唔多也經過一年嘅正式嘅策劃，還有簽蔬菜啦，有唱藝術家啦，用嘅其他周邊嘅配合，我哋菜地。北鄉朋友學校嘅配合，其實全部想到啊，真是當到事情。我哋有咩咧講國泰組織咧嚇嘅團體，其實唔係都兩三人吼，但係大家真是真有心啦。講起如果我哋鄉下隔壁嘅，而邊後生嘅嘛，而哋都比較真是完全投入吼。而古日嘅隔壁堂之外吼，閒嘅時間都大家都想一樣嘅吼，一樣嘅規範，從於嗰度。包括宣傳啦、媒體啦、名錄吼，比如開闢一個FB 嘅專業吼，有上必要對後生嚟做嘅。所以我認為講，如果後生嘅確實係一個重要嘅一個部分，因為我哋有想法，但係嗰種冇一個嗰個線下吼，線下包括一個用去傳播，吼，用去潛到網上嘅一個社群咯。其實有啲東西吼，後生嘅走入法度啦。老實講，所以我是因為講新畢業目前吼，我即個感覺真安慰。如果雖然我哋有到認識，但係咧我哋有去騙哦，真後生嘅有啲朋友吼，佢話係達標。有喺菜地嘅哦，新畢菜地有菜地嘅，也有隔壁附近嘅，附近撞到，甚至有來自台北嘅。所以講大家有咧共同嘅想法，因為最簡單，因為睇下邊吼，佢有工作好做嘛，你基本嘅工作好做，有基本嘅收入，其他時間，伊呢都參與其他，像我哋講，也都冇賺錢嘅事情啦。所以我因為講也係嘅到目前嚟講，係看到吼，全部係一個安慰嘅一個事情。唔感覺做嘛，也對後生嘅愛有心咯，想去鄉下來做。當然賺錢愛呀，吼，仲係愛落實。不過有幾多事情其實唔係用錢算的呀，你還係會花心力，看唔到回收嘛，充電路係唔做嘅時間啊，感覺會歡喜啊，好，那個是為什麼？我問到啲好問題哦，其實我悄悄地發現有一個佢可能大家冇乜注意嘅，所以講其實每一個地方，所以講都有幾好嘅想法嚟後生嘅，但係冇平台，所以我哋喺邊開始之後，其實幾多後生嘅我哋隔壁莊，譬如講嘉東、林邊，甚至潮州，來下邊了，伊哋都講到一件事情講，哇，係幾佩服同幾欣賞伊哋睇下邊做，而咩要上嘅規律，伊哋出嚟表示，所以講。我哋一邊嘅平台吼，其實幾多後生嘅來吼，唔係像來啉咖啡，其實係來看我哋用嚟做，看我哋用嘅經驗，人哋同時要幾勇敢表達講，其實人哋做有相當愛貴複卡，但係唔點樣用嘅開始。所以我因為講我哋身邊總部貨房也好，我哋鄉下咖啡也好吼，所以我哋咧做事情，其實唔但係講像哋做嘢嘅本身。有個計劃嘅雜計劃唔咩啊？其實我哋係做一個類似一個示範，示範講
我哋可以睇按片片，個模擬認識嘅性別，做案嘅東西出來，啊，俾人看到。其實對我哋周邊甚至講全國地區啦，嘅我哋嗰度客家莊，奈路有咩？啊，係咩性別可以做出案嘅事情，其他地方咩可以？甚至講性別，我哋要想想講，屏東性別如果咧。冇乜嘅人才嘅素材啊，其他地方嘛嗰度，高雄台北花蓮台東，係可能按嗰度後生人。嗱，意思都講，將性別可能按難尋到後生人嘅地方，就可以吸到一條有想法嘅後生人入來，向下達標。但是因為呢件事情最有意義啦。講起來，其實唔該做路係做一件事情咧。我記得我同 Rita 都林玉婷，三個台後生樂團嘅主創，喺打最鼓嘅時間，伊都講當初以為來唱客家歌，其實都係唔輕鬆嘅呀。其實也當然係一個緣分啦。冇錯啊，所以呢時間三個台後生樂團嘅成立嘅時間，基本上一方面喺音樂部分嚟講我就當然相當重視，就有才調嘅，摩天後生嘅。比如講，我有4年嘅時間同林貴水先生合作，已經也是個70、80歲，親當認真嘅傳統嘅歌手嘛，後來最終專輯咁多時空對話。其實一段時間我就同一個老人家合作。佢之前三個台最早成立1997年成立嘅時間，嗰啲時間就盡量將認識咧，有能力同喺表演方面嘅客家人全部放入嚟啊。所以最早如果會幫你咯，就係全部陳雲濤嘛，一個湯雨欣嘛，後來謝宇輝嘛，謝宇輝咪參加咗樂團2年嘅時間咯，黃偉傑啊。好像就係出咗參加到後生樂團同女團嘅強項入來，所以基本上係看到有心嘅後生嘅也好，有嘅有人聲人也唔怕，我要想辦法去發現講人哋嘅專長喺邊，比如講林貴水先生，佢係傳統嘅稱讚嘅一個演員，所以我會利用佢嘅特色。我唔會改變佢，所以我來以向下來同三個台向下演出。所以我呢個時間其實也改啲數啊，一個傳統嘅伊個所三個創一定陣嘛。我哋其他都改現代嘅東西，所以後來我哋演出嘅東西都係融合。到後來做乜個有三個台後生，因為貴水歌後來過身嘅，伊個80歲過身都聽一年，我馬上都開始當我哋嘅記吧，嗰個。學埋嚟攝種後生業啦，所以呢台係啲時間入來，變啦後來嘅後生樂團嘅主創啊。係啊，都佢有想法幾年幾多，如果有想法有行動力，都拍冇咁多嘅哦。一個做對藝術節呢，好多年先生有小可講到，有乜嘅豐富嘅內容，唔過呢。上咩地方拍嘅音樂會有個冇共樣哦，嗬！我哋等下聊一下，個繼續請顏先生來同我哋說明。等下個多進來。非常多種來復起來嘅現場，今日呢一個做對藝術節的採訪人顏志文先生同我哋分享幾多看一個算第一屆真實的一個第一屆嘅藝術節。頭都有講到，我有非常多冇共樣種類，連下神比賽都有不過嘅音樂會如果數人注意因為能睇性別家庭籌組各辦一場，主題係冇共樣呢。冇共樣。係啊，也係用你嘅想法去規劃。第一場都睇家庭睇家庭，因為主要針對陳貴輝先生。我哋都睇共樣呢有發一種真心嘛，就用面嘅款式。佢部分都講貴輝歌共樣呢路線離開我哋。
所以今年睇高雄市其实办了几多吼，在几个线上的纪念活动，包括伊的作品的展览，还有音乐会，我哋都有参与。当然因为吼，青创业如果几许个故乡，因为我哋去年的时间，去年的这个专辑发表之后，本来都有计划，我哋其他主要的，譬如高雄、台北、屏东办的正式的睇一个音乐棚的演唱会之后，打算就讲最后会转到几许个故乡。哦。因为伊个作品的源头喺家乡，喺家乡嘛。所以因为拄好拄到这几许个先离开的事情啦，所以个事情后来就想到讲最好的时间就会今年，今年我哋潘云事件的时间，所以体育场我哋就喺家中举办啦。虽然讲也音乐会已经结束啦，不过还咧分享俾大家。体育场我哋都在筹组，因为我哋头先讲筹组係一個具體數嘅素材，但係過去我哋客家法通唔會提會發生。但係事實上大家可能會期待啦。還有如果籌組基本上係好路，還有行業，還有演出名，因為演出名每個都家中都籌組啊，有些人都要讀書啊，還有平鋪，所以我哋睇籌組辦嘅法通要用族群融合嘅概念嚟做啦，所以他們說南方族群融合一個南方族群之聲啊一個題目嚟做一個音樂會。當然佢精彩因為我有除了三腳太子外，我有唱河洛嘅團體還有唱原住民嘅團體，共我睇籌組拍一場。因為籌組應該過去也唔是辦過啦，所以我哋變成講，我哋行我哋個頭前。因為像籌組過去先有名都嘛個年貨大街咪因為因為台鐵路不辦嘅活動，可能正式將可以同彩鐵路結合嘅活動帶到籌組去，所以籌組政工所有都也簽發啲有關嘅活動，也係個最後如果26號4月26喺新北轉到新北，我哋做咧最後嘅一個音樂會就以彩鐵為主，因為我彩鐵其實幾多團體啦我因為也係一個彩鐵嘅特色大家可能會講，哎呀，你到哪樣咧？其實唔係啊，因為像我哋講客家嘅山歌班幾同我家人會講山歌班，大家都同樂會樣我講唔係唔講其他族群咁樣嘅東西都冇嘛，係冇。根本嘅客家嘅傳統歌謠做乜嘅每本人暗從事其實山歌班嘅功不可沒啦。所以我講好多頭擺咩樣嘅東西好多歌嘅傳統歌謠都戲劇嘅歌嘅嘛。但係因為人哋冇安尼嘅歌謠班，所以你參嘅後生嘅也冇認識嘅，係冇。所以客家山歌班係真重要，因為我哋彩鐵還有類似安尼嘅團體，所以我哋也鼓勵呢出來。怎麼俾人看到所以我哋有現代嘅創作嘅，還有我哋彩鐵其實也經驗持續睇教寫歌嘅，用嚟寫歌嘅所以我哋寫歌班因為嘅作品發表，佢認真啊所以講俾大家了解，希望咧有機會嘅時間，大家一定要注意新北，分享大家去參與我哋嘅活動。連唔單唱唱歌，還這個寫歌嘅，走啊！幾厲害呢？都係，可是你像唔講嘅，人哋呢歌嘅我印傳唱，能有意義啊！冇人唱，唔做出以後嘅歌嘅咩冇人啲咩我有安尼嘅，你唔講平台，本大家可以發表，能有可能去推廣。頭多年前上面講，希望係一家一家拍下去。4月咧已經感覺係過盛大4月咧還係有延續下去非常多嘅活動安尼。主要4月主要因為我哋駐村藝術家嘅作品裝置藝術，還有一個平面嘅還有文學嘅發表詩歌還有主要我哋4月份主要如果因為喺10月。都完成也有作品嘅嘛，所以我哋4月份嘅時候，會有有關美學嘅講座，還有導覽，就作品導覽有一個藝術家帶領大家一件作品的欣賞，嚟深入的了解。多大人
做安尼看唔是的东西都在保险嘛的吼，因为嗰度先推医师都安尼嘛，他个体验可能讲，因为如看唔是啦，唔是冲嘛的，操唔看唔是，但是唔经过医师家嘅解释，唔就会可能是，好，所以迄也个重要的法通啦。还有做我哋嘅睡眠虐待的时间，等于讲，规则嘅医师节吼，睡眠处都睡眠虐待，所以我哋睡眠最迷的礼拜的时间吼，我有咧等于讲，闭幕的一个法通，吼，我哋不得总部服等真的总部服地方派一个 party，然后还得要唱乐团的表演，吼，佢强壮的方式来将安尼一个艺术节吼，行到最美一个集团的，同大家分享，大家嘅心得，包括你艺术家要提采创。同大家讲，伊也个储存的心得，吼，我相信也个精彩，吼，我如果期待讲，我咧听因的讲课呢，到底是睇下2-3年的时间睇下，到底吼，有乜个心得，包括伊的这个汉语呢提供出来的一个艺术作品啦，哦，因为也是亲，可能有时间吼比看单独看伊的作品蛮个重要，吼，蛮个本人有收获啦。哇呀，规划个难想象，迄能让伊个人问出来的呢。唔但像迄问还会直旁出来呢。嘿呀，个难想象呢。如迄当然没有种长途，唔会行通力过强的人，要有点忽略这些困难吼。不过还要问咯。咁老师能要不判案，他也发通唔读到心态的困难系嘛嘅？其实。困难吼，一出不来吼。譬如讲时间的分配，因为我至少先感谢我哋就提供下平台吼，供下嘉宾也就好上的吼。只是有时间无日无夜吼，在写东西吼，然后在联络吼，还有说讲应用的处理就行政的问题譬如讲从不同的单位联络吼，我相信大家还有参与过嘅，喺潘国发通都提讲，真是安泰发通，我要讲我都讲，我那有安泰淡吼，是咁派嘅发通吼，这是人我也蛮好了，我有安尼嘅想法吼，但是我不是因为讲，我嗰種一出意嚟做啊咧，未那個太難啲嘛，就感覺到佢。嗰種要超過自家嘅能力，但係我哋努力3萬做下來吼，我發現成果往往比我哋想嘅還個好，所以我都挺勇敢去做嗰種事情啦。這是係呢一句感謝啦，除了我哋講後生嘅之外，吼，做我哋後輩也就包括菜地嘅老百姓吼，大家也會分享很多嘅事情吼，還有我哋總部貨房嘅一個莊家人吼。伊咧真是表現幫我嚟睇下，伊咧搏殺地杯吼，迄咩也都寫台灣咧。所以講起來，如果其實係一個團隊，吼，一個團隊有得嘅參與者吼，唔免人哋看得到一個無形嘅團隊。所以雖然講我哋2-3萬人冇咁可能到2-3萬、3-4萬人啦吼，但係呢，一無形嘅團隊呢，其實聽人哋幫助，同我哋聽書。也係最感謝所在。我啲題目排哈，還係講，我更加有一個想法，我攞來做，唔是講聽講嘛個3年5年我做嘛嘅。問你咧也好問題哦，基本上我唔會聽目標，我嘅目標如果一天唔會失敗。因為講，因為好多事情從來冇人做過啊，冇人做過都難嘅，所以我無論用嚟做，一天有分數嘛。可能50分，可能60、80、90等等，所以我唔會講失敗，因為我做落去都一天有分數，迄個一個嘢，所以我老實講，這個除了講本無限之外，我也唔會緊張，我完全唔會想講，萬一失敗樣，我講都唔會失敗啊，嗱我都講，我要做唔好。將來也就大家亦唔同聽數做去用改善我講我唔會想，我一天前面都方式嚟做想會做嘅事情。
我冇想到今日笨蛋我弟我问严先生问阿文哥嘛嘅，我哋有個主題。不過我冇想到，收穫幾多呢？嗬，我相信幾多觀眾朋友聽到嘅也會感覺講，阿文哥嘅年紀看唔出來，嗬。不過還係按有憧憬，韓國幾多事情都係想去做，路做，唔可以去想講，我嘅結果係樣嚟。佢嘅投錢嘅動機係非常重要嘅，用嚟做，假使唔做文化，用嚟做。嘅動機係純嘅，都會加分啊，用的都會加分啊。哦，啊，佢實際上看到嘅失敗唔會係失敗嘅，因為唔都係有喺做，唔感覺對地方好嘅事情，用的都會好嘅。哦，我感覺有被激勵到咧。非常感謝今日嚴先生同我哋分享咁多珍貴嘅故事，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大家可以多多 follow 嚴先生以能所做嘅事情，可以預見還會引來更多更好嘅發展哦。接下來呢，同志朋友冇狀態，聽到先生好好運動。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韓國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 follow 福喜來嘅消息。